唔使咁大聲，係知道冇問題。喂，董生，董生 ，OK，得冇問題，唔該，福你啊，拜拜。佢唔喺度喎。哎呀，做極都唔完嘅。喂，工作咁辛苦，好彩有茶味豐富、香濃幼滑嘅 Lipton 奶茶3合1，一搣一沖，工作壓力無影又無蹤啊！哇，醒神！喂，你哋都啱飲噶，啱 taste 醒神 Lipton 奶茶3合1。喂，係得，聽到啦，聽到，唔使大聲，係知道冇問題。喂，董生。哎呀，做極都唔完嘅。工作咁辛苦，好彩有茶味豐富、香濃幼滑嘅 Lipton 奶茶3合1，一搣一沖，工作壓力無影又無蹤啊！哇，醒神！喂，你哋都啱飲噶，啱 taste 醒神 Lipton 奶茶3合1。都係夠第啲戲好。啊，一個人嘆茶。免閒錢，新嘢可白，立體三角茶包。花下嘢啫，係咪原片茶葉先？點止啊？個茶包仲有巧妙啊！咩巧妙？妙在空間夠大，茶葉嘅甘香可以更徹底散發。試過先就知。喂，一包一個人飲㗎咋？係咯。冥閒情，全新立體三角茶包，空間更大，茶味更透徹。啊，一個人嘆茶。冥閒情，新嘢可白，立體三角茶包。花下嘢啫，係咪原片茶葉先？點止啊？個茶包仲有巧妙啊！妙在空間夠大，茶葉嘅甘香可以更徹底散發。試過先就知。喂，一包一個人飲㗎咋？係咯。冥閒情，全新立體三角茶包，空間更大，茶味更透徹。就算指甲幾健康，都有脆弱嘅時候。凡士林潤手護甲露推出全新泵裝，含倍護精華，令指甲堅韌多30%，肉手更加幼滑潤澤。潤手護甲，凡士林係專家。我想啲皮膚好似20歲咁靚，點配啲日霜晚霜至得？韓氏護膚研究中心首創果酸日夜組合活膚防護露，日間預防，夜間修護。曬得多，皮膚老得快啲㗎。所以日霜有 SPF 同果酸，預防紫外光嘅損害。夜晚係修護皮膚嘅最好時候。所以晚霜有雙倍果酸，明顯改善肌膚老化現象。嶄新預防修護日夜組合，一樽有齊晒。20歲唔難啊！全新 Mountain Cream 帶嚟更優滑嘅享受，等你一齊由心感受。Mountain Cream 滑到入心嘅享受。全新 Mountain Cream 帶俾你嘅 Cornetto 純天然牛奶嘅滋味，優滑到飛起，忍得住口至出奇。Mountain Cream 滑到入心嘅享受。其實做咗媽咪之後，唔多唔少啲頭髮真係差咗少少嘅。我用咗 Dove 之後咧，就覺得啲頭髮好滑啦，你好似摸緊個女啲頭髮咁樣喎。全新 Dove 乳霜洗髮乳含1/4乳霜，令頭髮意想不到咁柔軟亮澤。我個女女咧而家好中意無端走埋嚟，媽咪我又要摸下你頭髮，佢咧就由上邊咁摸到下邊，哇好滑喎，真係好似我咁滑喎。Dove 乳霜洗髮系列，未用之前我冇諗過啲頭髮原來可以後生翻嘅。留到咁長呢，有段時間會覺得啲頭髮本身嚟講好乾啦。用咗 Dove 之後，你會覺得啲頭髮，尤其是個髮尾嗰度冇以前咁乾咯。全新 Dove 乳霜洗髮乳含1/4乳霜，令頭髮意想不到咁柔軟亮澤。我一直都試咗都幾多洗頭水下，做咁多嘢都未必話係最好嘅咯，反而就係話簡簡單單咁，而啲頭髮健康會比較好一啲咯。Dove 乳霜洗髮系列而家幾好啊，咁你可以繼續留長咯。覺得頭髮柔順咗好多啦，直情係可以一梳梳到尾嘅。
全新 Dove 乳霜洗髮乳，含1/4乳霜，唔似普通洗髮水。依家咧由早到晚咧，啲頭髮都可以 keep 得好 smooth。試下啦，你都會感受得到。用完之後，覺得啲頭髮真係靚咗啊，同埋好易打理啊！全新 Dove 乳霜洗髮乳，含1/4乳霜，唔似普通洗髮水。我覺得而家唔需要再做負離子啦，啲頭髮已經好靚啦。試下啦，你都會感受得到。好開心咯！啲頭髮變到同個女女一樣咁 soft。全新 Dove 乳霜洗髮乳，含1/4乳霜，唔似普通洗髮水。而家咧，佢成日無端端咧走埋嚟話：媽咪，我要摸下你啲頭髮，好滑啊！試下啦，你都會感受得到。除咗音樂，有種感覺仲更加吸引。全新 Magnum 歐洲香濃朱古力，纏綿幼滑雪糕，真係令人難以抗拒。Mountain Green Magnum， 你會一咬着迷。頂住條氣啊！唔信，Lipton 罐裝奶茶，what 都你信。我中意女仔唔化妝，好舒服，皮膚好，夠白，已經好 charming。女仔白得舒服自然，就唔使搽粉啦。係。我中意女仔唔化妝。Pond's Double White 潤膚乳液，日夜美白肌膚，皮膚夠白，已經好 charming。係。細個嘅時候咧，媽咪就叫我做鐵線頭啦。抹完水之後咧，就吹到亂晒，左搭右，右搭咗，梳嚟梳去，梳嚟梳去都棘實咯，掹陣啊搞到。我用咗 Dove 之後咧，頭髮又軟咗啦，又滑咗啦，同埋易梳咗好多咯。Dove 乳霜洗髮乳含1/4乳霜，令頭髮意想不到咁柔軟順滑。滑水嘅時候咧，佢好柔軟，飄下飄下咁樣樣，靚啲咯。因為始終都係女仔嘛。想頭髮持久柔軟順滑，試下全新 Dove Treatment 啦。全部都係媽咪整嘅。只要有心思，加埋家樂牌雞粉就有無限創意。佢用上等鮮雞做，無論醃肉、放湯、煮餸調味，好嘢，又有新嘢。美味創意出晒嚟。家樂牌雞粉鮮雞味，創新趣味。佢走咗落去啦，你幫我煮嘢食，咁我換衫化妝，冇時間啦。你要識做呢？家樂牌快意粉，一包有齊用料，醬汁香濃，3分鐘就食得。家姐，又幫我餵佢。家樂牌快意粉，3分鐘就氹到人開心。乜咁快就食得嘅？我要粒爽嘅。好啊。我要粒滑嘅。OK 啦。好啊。我要粒彈牙嘅。是但一粒都得啦。哇，好彈牙！買咗快熟通心粉俾你哋，有9種湯底咁多，你哋咪有排玩。家樂牌快熟通心粉，爽滑彈牙，3分鐘食得，幾時食都得。全部都係媽咪整嘅。只要有心思，加埋家樂牌雞粉就有無限創意。佢用上等鮮雞做，無論醃肉、放湯、煮餸調味，好嘢，又有新嘢。美味創意出晒嚟。家樂牌雞粉鮮雞味，創新趣味。
為咗增強人類嘅彈跳力，專家絞盡腦汁，全靠家樂牌快熟通心粉新加嘅高纖維素 High Maize， 口感更加爽滑彈牙，令佢發明咗彈性氣墊，從此生活就爽到彈起啦！家樂牌快熟通心粉係咪要幾彈有計彈呢？Hi, Mom. 去，你有的士。去啊！你有的士。李子晴請到1號房。留住美好。家樂牌清雞湯 zip 一聲做到，佢首創原味先鋒包裝，將鮮雞湯嘅原汁原味新鮮密封，留住滋味，分享原味。家樂牌清雞湯，原味先鋒，先至啱口味。Revenge 係時候 Magnum。Rebellion 係時候 Magnum。I want to get to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. Selfishness 係時候 Magnum。試下你會一咬着迷，全新 Mountain Cream Magnum。講咩好呢？啊，有啦，唔該加啲水啊！係出事啦！用 Rexona 啦，趕走汗水，喺咩重要時刻都咁乾爽，咁有自信啦 ！Rexona 全球No.1止汗香體品牌。唉，好彩趕得切啫，不過佢仲遲過我，好緊張。講咩好咧？啊，有啦，唔該，加啲水啊！弊，出事啦！仲加水，用 Rexona 啦，趕走汗水，就算喺咩重要時刻都咁有自信啦！幾乾幾爽，掂晒 ！Rexona 全球No.1止汗香體品牌。喂，望下呢邊，哇，好曬啊！嫩白嘅肌膚最怕黑色素。其實佢唔止喺日間形成，夜晚仲會不斷產生。全新 Double White 全效潤膚乳液，日間有 UV Shield， 夜晚有 Melanin Diluter， 持續吸走黑色素，美白肌膚，日夜 non-stop。Yes。全新 Pond's Double White， 上肌膚 Double White， 用埋新嘅美白保濕精華啦。73% 使用者證明 Pond's Double Refiner 有效修細毛孔，明顯緊緻幼敏。佢將 retinol 同 AHA 即時新鮮混合，令肌膚日日都好似做咗 mask 咁靚。Pond's Double Refiner， 全部都係媽咪整嘅。只要有心思，加埋家樂牌雞粉，自然多創意。佢用上等鮮雞做，無論醃肉、放湯、煮餸調味，美味創意出晒嚟。家樂牌雞粉，鮮雞味創新趣味。將鮮雞湯原汁原味新鮮密封，家樂牌清雞湯原味鮮豐，先至啱口味。家樂牌清雞湯。แป้งอื่นแค่ขาวใสแต่เนี่ยปุ๊บปั๊บปิ๊งด้วย Pond's White Magic แป้งขาวเนื้อละเอียดมีวิตามิน B3 ขาวขึ้นปิ๊งประกายมุกใส
2 สไตล์ปุ๊บปั๊บตลับเดียวแป้ง Pond's White Magic